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更年前傳，我係 Kiki。喺開始今日嘅故事之前，我想請大家做一個小小嘅實驗，拎起你部電話，打開 Google 啊。我想請你搜尋兩個字懷孕，你會見到啲咩呢？我諗畫面一定係粉紅色嘅，充滿油光，媽媽好幸福咁摸住個肚，或者係一對好得意嘅 BB 腳仔，成個畫面好似同你講緊，恭喜你啊，人生圓滿啊！好啦，而家我哋轉一轉個 keyword，請你搜尋另外三個字更年期，你會發現畫風即刻變晒，所有嘅粉紅色消失咗，取而代之嘅係一種灰暗嘅警告色。你會見到一個女人痛苦咁撳住個頭，成台都係藥丸，一張張寫滿焦慮嘅面孔。Google 其實喺度警告緊你，小心啊，更年期殺到你啦！諗深一層，其實都好有趣㗎喎。明明喺香港35到54歲嘅女性有成115萬人咁多，明明只要你條命長啲，呢件事係100%會發生喺每一個女人身上。呢個唔係咩罕見病，係我哋每個人嘅必經之路嚟㗎。但係點解成個社會甚至連 Google 都試圖令我哋相信懷孕係喜事，而更年期係喪事？我唔知你點諗，但我第一次意識到呢件事嗰陣，我心入邊只有一個感覺，唔通我哋人生嘅下半場就注定要咁樣去收尾？所以我決定開呢個 podcast 叫更年前傳。點解叫更年前傳呢？因為好多人以為更年期係女人嘅結局，係人生開始走下坡嘅謝幕禮，但係錯晒啊！其實對於正處於35歲、40歲嘅我哋嚟講，而家經歷緊嘅所有混亂、經期亂、瞓唔好、心情差，呢啲全部都只係前傳，係身體幫我哋做緊 system 嘅 update，準備緊進入下一個黃金時代嘅前奏。我想同大家一齊趁住呢個前傳嘅階段去寫好呢個劇本，等我哋正式踏入人生下半場嗰陣，唔係驚驚青青，而係充滿期待。如果我話你知，其實我哋係俾人呃咗呢？如果我話俾你知，更年期其實係人類歷史上最渣嘅一次公關宣傳失敗呢？不如一齊聽聽啲數據。喺香港，女性平均喺51歲停經，但係我哋平均嘅壽命係幾多呢？係88.4歲，即係話喺你大姨媽同你講拜拜之後呢，你仲有整整37.4年嘅人生，係佔你人生嘅42%啊！試諗下，如果進化論真係覺得女人一旦生唔到仔就冇用，佢冇理由留成半世人嘅時間俾你㗎嘛？佢大可以俾我哋好似其他動物咁樣，生完仔就直接收工。但係個天冇咁做喎，佢留咗整整37年俾我哋。點解？唔通純粹係為咗留我哋喺度忍受潮熱同埋失眠咩？當然唔係啦，進化論唔會養閒人。其實呢42% 嘅時間係個天邀請你同我進入一個全新嘅遊戲關卡，只係從來冇人話俾你哋知新關卡嘅遊戲規則係咩啫嘛。今日 podcast 嘅第一集，我想同你講一種動物同埋一本書。聽完之後，你可能會第一次覺得，咦，原來我嘅大姨媽離開係為咗令我進化喎。老實講啊，喺決定做呢個 podcast 之前，我同你都一樣，心裏面都驚驚地。嗰種感覺好微妙，你望住塊鏡，覺得自己唔再係嗰個後生有活力嘅主角，感覺自己好似慢慢退到去舞台嘅邊緣，變成咗一個配角。無論你係剛剛開始覺得經期亂亂地，定係已經停咗經，你都會有一種失控感。我有試過揾答案，問身邊嘅朋友或者同啲長輩傾下偈，但係得到嘅回應通常都係沉默。好似更年期呢3個字係啲乜嘢見不得人嘅東西，大家都避而不談，或者大家只會聚埋一齊鬥慘。唉，我琴晚又瞓唔到啊！哇，我最近脾氣1點就着啦，冇人話俾我聽，跟住落嚟呢37年係應該點樣過？嗰種感覺就好似我哋只係坐喺度被動咁忍受呢一切，直到有一日我睇咗呢本書，叫《拜拜我的大姨媽》，作者係 Jancy Dung。係一個美國嘅知名健康專欄作家，佢亦都為紐約時報等等嘅知名嘅雜誌去撰文報導醫學健康內容。
關注女性身心超過20年。喺書裏面咧有一句咧，我睇到嗰陣成個人都叮一聲。佢話停經唔係生殖系統嘅故障，而係一次偉大嘅升級。我哋從球員變成咗教練。作者帶我哋去睇咗一種動物叫虎鯨，即係殺人鯨。你知道嗎？喺呢個藍色星球上面咧，成千上萬種哺乳動物入面，只有3種動物係有更年期：人類、領航鯨同埋虎鯨。貓同狗都冇，黑猩猩都冇。絕大多數嘅動物一旦生唔到仔，身體嘅機能就會跌得好快，好快就會死。因為喺大自然嘅邏輯入面，生唔到後代就冇生存嘅價值。但係虎鯨奶奶唔一樣，佢哋喺40幾歲停經，但係佢哋可以活到90歲。佢哋停經後存活嘅時間係仲長過生仔嘅時間。呢個就係大自然俾虎鯨奶奶嘅特權。但係點解偏偏係佢哋呢？科學家觀察咗好耐，終於發現咗個秘密。當海洋風平浪靜嘅時候，三文魚好多嗰陣咧，大家都過得好好。但係當氣候異常，三文魚唔夠食，成個家族面臨饑荒嘅時候，係邊個游喺最前面去帶路呢？唔係嗰條最強壯嘅雄性虎鯨，亦都唔係嗰個後生嘅媽媽，係嗰位最老之力已經生唔到 BB 嘅虎鯨奶奶。點解係佢？因為佢活得夠耐，佢腦入面有一張幾十年嘅尋寶地圖。佢記得呢片海洋過去發生過乜嘢事，佢亦都記得邊度有魚食，邊度係安全嘅。佢喺前面帶路，帶領住全家人穿越飢餓。科學家統計過咧，如果虎鯨奶奶死咗，佢啲孫仔孫女喺跟住落嚟嘅2年裏面，死亡率係會飆升4.5倍。喺呢度話俾我哋知，虎鯨奶奶生存唔係為咗養閒人，佢嘅生存係因為佢唔再俾懷孕、餵奶、湊仔呢啲繁重嘅生理任務綁住，佢終於自由啦。佢終於可以騰出所有嘅精力去運用佢嘅智慧，帶領成個家族游出饑荒。呢個咧就係著名嘅祖母效應 （The Grandmother Hypothesis），亦都係我哋會有更年期嘅原因。原來咧喺遠古時代，高齡生仔咧係好危險㗎，所以大自然做咗一個好大膽嘅戰略轉移。佢關咗我哋個生育掣，佢好似同我哋講：喂，你已經貢獻得夠多 DNA 啦，而家你有更重要嘅任務啊！呢個任務咧就係將你嘅能量由肉體轉移到大腦，由生產者變成守護者。所以各位朋友，當你下次感覺到潮熱，或者覺得身體好似唔同咗，無論你係為更年期定係已經停咗經，試下轉個角度諗啊！呢個唔係變老，呢個係升呢。你而家經歷嘅所有唔舒服，其實就好似先前提過嘅系統更新咁。係啊，更新嘅時候呢，部機係會發熱㗎，會輕機，電量會跌得好快添。但係你要相信，當更新完之後呢，你會擁有一部更加功能強大嘅新機。你會擁有一種經過幾十年歷練，唔再俾荷爾蒙每個月冇嚟冇去，真正屬於你自己嘅人生。但係呢，我知你心入邊諗緊咩㗎？你可能會話 Kiki， 道理我都明，但係我而家就係覺得攰啊嘛，覺得好鬼煩啊嘛，我要湊老公湊仔，仲要返工添。我只係覺得自己咧似粒就嚟冇晒電嘅電芯。點解會咁呢？明明你又話升級緊，點解會覺得好似廢咗武功咁呢？事實上，我哋好多40歲嘅女性都好打得㗎，同時亦都仲用緊20歲嘅方式去消耗緊自己。我哋試圖去討好所有人，試圖做一個完美嘅媽媽啦，完美嘅老婆，完美嘅員工，好似一間咧全年無休、永遠都唔會收檔嘅71咁。但係我想同你講咧，虎鯨奶奶係唔會咁做㗎。虎鯨奶奶係唔會浪費力氣去追每一條魚仔，佢只係專注做最重要嘅事，就係揾最肥美嘅三文魚去守護家族嘅方向。所以今日嘅 podcast 咧，我想送一個叫能量盤點嘅練習俾大家，等大家可以即刻用得着。既然祖母效應嘅核心係能量管理，我哋就要學識好似虎鯨咁樣去管理我哋嘅能量。呢幾日咧，當你夜晚靜落嚟嗰陣，攞張紙畫條線，左邊寫住3個字吸血鬼，右邊寫住3個字回血位。乜嘢係吸血鬼呢？請你回想過去呢個禮拜，
列出3件令你覺得最攰、最消耗，做完之後咧覺得成個人被掏空咗嘅事。可能係嗰個成日打你身，但係從來都唔聽你講嘢嘅朋友；可能係嗰個你逼自己去，但係其實冇意義嘅飯局。乜嘢係回血位呢？列出1件，哪怕係1件都好，只要你做咗，就會覺得心情好翻少少，膊頭鬆翻少少嘅事。可能只係早起10分鐘，靜靜地飲杯咖啡；可能係放工搭車，戴住耳機聽首你最中意嘅歌。由今日開始咧，試下每個禮拜咧剔走1隻吸血鬼啊！哪怕係拒絕一個無效嘅聚會，然後試下俾個回血位留多5分鐘，呢個咧就係進化，呢個就係奪回你42% 人生主權嘅第一步。祖母效應咧話俾我哋知，我哋唔係社會嘅負資產，而係智慧嘅金庫。如果你都想開啟你嘅內在金庫，但係又唔知從何入手，我為你準備咗一份小禮物，叫做給自己身體的一封信。喺呢封信入面咧有一個好簡單嘅公式，幫你推算咧自己大約幾時會停經，亦有一張清單去幫你 check 下自己係咪已經進入咗維更年期嘅暴風圈。連結已經放咗喺下面，快啲去下載啦！試下第一次，唔係帶住恐懼，而係帶住好奇心去了解你嘅身體。訂閱我嘅電子報，喺呢度咧唔會販賣焦慮，只有我哋彼此嘅支持。我係 Kiki，下集見啦！